滴遐水啦。咱要天发地拄哦，都迄面毋是安得要紧。哎呀，不过我就想都记记慢倒会还慢慢行，哎呦，你又会等我多久呢？唔怕啦，你唔记得咯？上班俺要开你等15分钟，你俩哦算打平过。感谢你无计较啦。其实我都已经提早出门咧，不过拄好又迄补班补课的日咧，就连坐公车都塞车呢。哎，对啦，台湾爱落遐时节咯，要骑奥多摆啊，路风哦要切叉切薄的呢。哎，都想讲哦，无听说等下你王家会甲银花遐说。系啊，继续加落遐。好啊，来。我初本人想想听记得的电路我又想要送其他的东西呢。你要讲我带琵琶去，你又想到买东西咯？不过我初本日转路开的路风我想一下商品按多，总体有看热的，我就有其他的想法的。来同看哦。你迄送礼拜二出嘅做地份镜头不用送嘅只机器系冇？你会按卡，我本就想要送给只吉永啥，嘅係我嘅天命诶。吉永士。也下唔咩？也下唔係啦，因為後來我就想我初本日老記到大嘴鼓就有其他嘅想法嘅呢。你直接講啊。因為記到也報唔係啲送乜嘅排球課，我就想我送老排球有關嘅商品，比如我一粒排球，還有呢2粒球衫。排球咯，球衫。我捌到細蚊人哦，好運通要本人小講班鼓嘛呢，記到你唔會講哦。我看記到按用啦，太好嘅是記到動腔誒，大禮拜二都會啲運動平練習啵，算未打4年咧。你唔是人係講過呢件事情呢？係啊，這樣事我係喺先數嘅大頭名我冇遐做熟事呢，無我都逐禮拜去讓伊加油。這都係頭擺嘅事情啦，冇要緊你再個聽數聽記到比賽加油我記得最近一擺比賽啲下禮拜一按部哦。上下冇較好啦，因為學家訓練我都唔記得槍咧。你阿要變較太扣咧，古數個衫我怕做唔落哦。冇要緊你做下再個討論看樣板聽數記到加油，我係乜解記到聽數上到。講咩我本記得變做最大型嘅選手。係到時節看馬莎比你喊他太上。好啊，我同你講，拜一嘅上面呢，聽說我本日千難夢，到拜二、拜三一條路吼，聽說行喺我上。那有可能最近睇我擺啦。我對我上個有信心啦。我係對有信心相信有人嘅加油記得聽說會打到當好嘅。好啦，你先來買電路好嗎？來去。好啊。哇，係講愛同片人約好出門呢，但是啲路況又堵到一切差，也係還有其他嘅原因。聽說位置都係勇敢散咯，是不是覺得非常焦慮啊？唔過條老太家講一下，其實我也上人都準時哦。唔過無論乜嘅場合，我至少都會提早15分鐘到。係講大家那一日無聲音慢到嘅話，就會好好同對方講排泄。故說呢，準時到總係較好嘅事情。接下來呢，就講下來學習一定會記嘅韓國詞彙咯。今日開始，我同大家講下來學習嘅係計較。計較嘅客家話用辦講呢？計較。男士人愛用辦講呢？計較。冇唔錯，接上講哎呀，唔好做按計較嘅人。嘿，姑嫂唔少做地講，謝謝你不計較，感謝冇計較，冇計較。男士人愛用辦講呢？感謝冇計較。
感谢无计较，感谢无计较。接下来，另外强下学习一下厉害嘅客家话。厉害客家话用办讲呢，另外讲强强。跟男士言爱用办讲呢，壁壁大家都是同腔嘅人咯。今日嘅时节，就会做得老骗人讲，你怎么会这么厉害？客家话爱用办讲呢？用为暗腔，用为暗腔。男士嘅又爱用办讲呢？用位暗壁，用位暗壁。常常呢来赞美别人，你用为暗腔，我相信啊，佢聽出非常的歡喜。接下來呢，又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時間了。比方講，另外講到昨天這個日子，昨天嘅客家話用辦講呢？初半日，初半日。初半日，爹做乜嘅事情還記得冇啊？比方講，就做對老大家分享，我昨天和他們聊天，我初半日老記得打嘴鼓，我初半日老記得打嘴鼓。男士言愛用辦講，我初半日囤一定打嘴鼓。我初半日囤一定打嘴鼓。接下來又要同大家共下來學習，就是週二這一個日子，用辦講呢？禮拜二，禮拜二，禮拜二一隻日呢，到底做乜嘅呢？可能要動動人來去運動，來去運動嘅時節，我去哪邊啊？就會去到運動場、運動場、運動場。故事我就做嚟分享，每週二都會在運動場練習。大禮拜二都會喺運動場練習。大禮拜二都會喺運動場練習。男士嘅又愛用辦講呢？每禮拜二都會喺運動場練習。每禮拜二都會喺運動場練習。接下來呢，我老大家共下來學習嘅係年這個字，我用辦講呢？年，年。男士嘅我用辦講？年。年，比方講啊，做啲老記分享講，冇想到我老五是按多年呢。如果是東年，也係4年的話，我沒做啲按樣講哦，算一算也打4年了。算算啊，沒打4年嘞。算算啊，沒打4年嘞。男士言愛用辦講，算算啊，沒打4年呢。算算啊，沒打4年呢。接下來呢，還愛教大家嘅動實用嘅客家話。一次，客家話呢就按到一拜，一拜，然後哦，當然啦，係練習客家話。一拜又係多拜，到底係幾多拜呢？但是啊，我知道啊，做的呢啲一個禮拜嘅開頭，就係週一的時候來練習客家話。週一嘅客家話用辦講，禮拜一，禮拜一。韓國啊，你就做得利用晚上的時間來練習一下了。晚上用辦講嘞，暗晡，
安补。比方讲啊，也无会爱比赛咧，就做点老大家分享。最近一次比赛在下周一晚上，水圈100比赛，伫下礼拜一安补，水圈100比赛，伫下礼拜一安补，男士演爱用办讲呢？水圈100比赛，提下礼拜一安补。水圈100比赛，提下礼拜一安补。大家你讲的都好诶。啊，不过除题啦，一个礼拜有7日以外，还有单日嘅早晨、冬珠、下珠，还个安补呢。因为一日当从24點鐘，迄個啊愛留偏人約時間嘅話，天才愛講清楚，係早晨也係冬珠，也係下珠呢，到底係乜嘅時間呢？無好有的人嘅行程啊，排到黏，迄個無事先來決定好些來，可能就無限了。其實下來就向下來看，好不容易啊！約好嘅時間嘅星星，還個阿文，記得愛去哪度嘅素材呢？也下，就向下來看一下也短片了。